为了要打击这票贩仔卖黄牛票行为，台北市政府伫113年成立黄牛防治专案小组，到目前为止掠到86件，罚2291万。文化局也强调讲，根据着这文创法的规定，只要打上网络，无论敢有买卖成功，黄牛票就是犯法。这届罚上届重的个案是罚264万。去年12月，周杰伦伫咧大巨蛋开演唱会，网络顶面流传大量的黄牛票，介绍伫2杯到10杯拢总有。为着要拒绝黄牛行为，台北市政府伫咧113年成立黄牛防治专案小组，上重的个案是互人罚264万。最高是罚到这个原价的50倍。那这50倍之外，还要看你售出的张数是多少，还要乘以张数。这就以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最高单案264万这个案子，它事实上是50倍，但是它卖了9张，所以它事实上是原价乘以450倍。黄牛有在卖周杰伦的票，然后我看它价钱好像差了好几万。台北市政府提起照文创法的规定，不管是票有卖出去无，只要搭伫网络顶面，就一定违法。文化局表示，有一个20岁大学生，伊甲一张5880块演唱票，加到23880块，拢总加4杯，互人罚40杯，罚235200块。阁有一个30岁女性，共款卖4杯，伊是卖2张，所以互人罚474000块。按照这个文创法第10之1条第2的规定，就是说你只要在网络上公开贩售，说我要卖，对，这个就已经达成了犯罪的事实。粉丝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就是我很喜欢他，无论花多少钱，我都会想看他。文化局表示，罚金是照加价比例来算，若是黄牛票加1杯就罚10杯，加2杯就罚20杯，上济罚到50杯。台北市政府表示，因伫咧113年成立黄牛防治专案小组，到达为止已经掠86件案件，罚金已经累积2291万。希望透过重罚对源头阻挡黄牛票，维持公平基本活动。记者戴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。